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 是无上生命，伊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。 几年啊！王叔，你找我要创啥？老的，这张相片你甲看卖，这吼都是咱白雪啊细汉的时阵，时间过得足紧，安尼目一个年吼，10多年。是啊。 迄阵吼，咱结婚10几年，足爱有一个囡仔。今嘛吼，我实在感觉讲吼，对咱白雪啊足袂当过。咱抱转来就抱转来，伊也是过10多年啦。啊，咱当做咱的事，也甲听啊安尼啊。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听咱白雪啊吼，是听甲敢若命咧。自从白雪啊来咱家吼，咱厝呢加我留这个。 这几工吼，毋知安怎，我安尼目睭皮闭闭出，我一直咧担心讲吼，白雪啦，敢若会离开咱咧。莫踮咧黑白讲啦。莫想遐多啦，袂啦，一定袂啦。啊嘛，这条代志敢若咱……莫阁讲啊！我知影你要讲啥个，你是毋是要讲吼？ 只要咱若莫讲，啥物人都毋知影。可能诶，哎，别说，可能，啊，你哪无甲因斗阵去找阿慧？无啦，阿伯婆甲我讲吼，你的身体无通甲偌好啦，叫我吼踮咧甲你做伴啦。来，别说，来，坐，坐咧休困，吼。阿伯婆做人实在足好诶呢。好咯，那阿伯婆做人哦，真正无话讲的啦。哦，啊你今仔学了阿伯婆做人好，啊我可咱个做人歹哦。好，安尼吼，我来走。可能，我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莫误会啦。你本来就足好诶啊。但我意思是讲，阿伯婆即摆遐尔啊着急，要找伊的查某孙仔，迄个叫阿慧对毋对？对。照你讲，嘛是愈侪人愈好啊。啊，哪甲你一个留在遮？那阿伯婆吼，做人无话讲，离阮咧砖头哦，偌出名哟。哦，安尼伊哦，不管做着什么代志，咱大小个代志哦，逐项都要替人解决、替人设想安尼啦。哦，阮大家咯，拢听伊的话呢。不但安尼哦，连咧船长伯哦，嘛爱听伊的指挥哦。真是的哦，连船长伯啊，都听伊的话啊。是啊，阿伯婆即摆哦，我手会酸啊，对。是啊。阿伯婆吼，即摆呢，按台湾来到大陆遮吼，为着要替因人落顺便完成这个心愿哦，偌辛苦的哦，啊我甲猪哥阮两个哦，互阿伯婆感动着，阮迄种主动哦陪阿伯婆来啊，一切费用拢嘛是阮家出的呢。真是的哦。哎呀。哦。神啊，你都要保庇因，赶紧找到因的亲人。袂使，来，坐。哦，你莫徛伤久，
徛上久啊，唔敢啊。白雪，啊，这人生哦，你感觉什么？你上有兴趣啊？上兴趣啊，种菜啦，割鸭啦，饲鱼仔啦，我拢嘛足介意。我上爱看电影啦。看电影？啊，你有介意看迄歌戏无？歌戏？嘿，歌戏啊，歌戏伫阮台湾哦，有一个叫做杨丽花的哦，外亲的哦，伊播的歌戏哦，有够好看。真是的啊？嘿啊。啊，你有看歌戏无？会咯，那歌戏哦，毋是我咧操蛋，看是迄个韩丽花啦、四丁山啦、什么王宝钏啦，我逐个会啊。那你紧帮我看啊？啊，你爱看倒一出？凊彩啦，凊彩咯。安尼，我来做一个大花，大花哦，爱有派头啊，对。这个多好，这个多好。爱低个看无啊，对。我就要做大花，我做互你看。扛住地主，扛住地主，本官头顶顶妙妙当，心情一时无畅畅。我的坏脾气，你若是唔惊死，我就做死你。危险！后壁看边赶到位，紧来走啊！白雪，这个，安尼要我惊死。妈，是的啦。妈，看来这古水的呢，这我无歌戏的哦。看来你紧帮我妈妈看啊。啊，要去看歌戏哦？唔好啦。好啦。对啦，等你身体若较好咧吼，我再搁叫考拉来伴互你看。对，白雪，等你身体好起，我再帮你看啦。啊无吼，带了我伴我当欢喜的时，当刺激的时，啊你看欢喜着啊，做赴无去，啊赢话啊你是要我惊死的哦，对。拢嘛是怪你哦，就当下什么紧来走，啊哭洗，啊我看你安尼一直洗，我唔知。安尼哦。妈，我是毋是有啥物病心？要若无，我哪会无缘无故煞分去？唉，你这个囡仔，啊你都会晓讲吼，看苦乐个咧欢喜的心，啊点仔洗，点仔牛，啊无甲你头壳戆，才会分去。啊你安尼要哪有啥物病？哦，也毋过顶遍我坐船仔坐遐尔啊远去互医生看啊，啊你甲我讲我身体真好啊，毋免搁互医生看。妈，是毋是你甲我骗的？戆囡仔，妈妈喊你听，你要哪会骗你啦？你较乖咧，好好啊歇困，妈妈才煮地瓜汤互你食。妈，你若要煮吼，加煮一份哦，互考拉食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地瓜汤哦，免啦，啊地瓜是食我补看，啊我靠那个这款体格互你看，海军有舰队的哟，免补。没事，啊你多好势。好啊休困吼，啊我甲你妈妈出来外口遐吼，啊我想煞看下撇步啊，因人厝咧安怎？好，来倒。啊休困，啊袂是吼？你若较早转来哦。会啦。啊无咱出来。好，咱来。好啊歇困哈。我知影。庆来啦，你穿真正啥有够水呢？啊？爸，我看啦，安尼哦，穿得足奇怪，你看。你查某囡仔讲个什么话？查某囡仔本来就爱穿安尼啊！你敢无感觉？你穿这衫了后，你的规个体格哦，
做一个水起来，甲恁老母同款呢。真是啊！咦，较时间也是有够神，真好真好。哟，庆来，你老车啥？爸，这是春兰姐送我的呢。安尼哦。对啦，讲到春兰姐哦，我做想因的哦，还有阿皮婆阿因。唉，讲真个，伊使离开咱一天尔，我甲你同款，足思念因的。因一个无伫用，感觉厝内底啊，加足无闹热的。爸，安尼好无？咱来看因啦。这个看是应该啊，伊是咱的温情人呢。这话是好，才因来吼。啊，若无咱爸仔囝甲这位也阁变冤仇人。对啊。爸，你看我最近有乖无？乖，早就爱唱安尼，唱较早安尼不男不女，唱甲遐。爸，莫讲较早的代志啊，我即摆就足乖啊。无讲。啊无爸，我家己来看因啦。要看啊？好，要去你去啦，我无法度啦。厝内底空话遐济，我夹袂开骹。真是啊，我来去啊，我来去啊。啊，你较小心啦。好。哎呦，我较惊遐知影讲阮查囝遮尔水。爱你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是无上生命，伊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。阿碧无，春兰小姐，你有看到阮别墅无？别墅无咧，这哪是？无哦，安尼害啊啦，阮别墅叛见去啊啦。别煞放弃。是啊，啊伊人无较好，敢无伫房间休困？是啊，啊你有房间详细找看卖无？有啊，我一世界拢找透透啊，找拢无啊。找拢无。我听别墅是讲出去行行，小等就倒转来，你莫着急啦。无可能啦，阮别墅这个囡仔真乖，伊若要去倒位，拢会先甲我讲。但系啊，人在走代，要安怎？无安尼啦，咱斗阵做找看卖，无定会当找着。我来，再来。爱你就是为互你穿甲水水。好啦，恁三仙是甲走去倒位啦？去看一支囡仔偌水的哦。对。你上重要代志哦。什么都无重要代志，别墅拍唔见呀！啊！别说放弃哦，阿พี่婆啊，这真实的哦。我会骗你什么？他这声呢，他食了啦。看啦啊，看啦，阿哥，我你到底别说是传到传到人放弃哈？咱这个话你出去讲啥啊？你敢传对场？我哪有可能甲传唱啦？我无啦，不然就无。无啦。好啦，别说了，甲你做伙出去无？妈，我甲这个话甲舅公啊，阮三个世界啦，伊无甲阮出去啦。好啦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紧过啊！紧啦！安怎啦？好啦，你是毋是话别说讲伊得着做一件代志，所以才？哦，阿俊啊，你真正当作我可能真正戆的哦。这款代志我哪有可能甲伊讲啦？你无甲伊讲，伊哪有可能讲咱袂无搞失踪呢？我免来知。春兰啊，等恁是咧讲啥？赶紧来找人较紧啊！哦，好啦，无恁即摆赶紧来找，我讲紧来找。对，咱即摆赶紧哦，昏头来吹就对了。想起着阿爸家娘，虽然你
说，他白煞真总去对啦，安尼四界拢找无人，这下我入去哦，讲要安怎甲阿伯婆交代就好啦，我会死啊！白煞，我找到！好啦，你家己坐遐是咧创啥？我咧找你啊！找我？嘿啊！找我是要创啥？找你要创啥？透早哦，看无你的人啊，你的身体佫无人甲偌好滴，恁妈妈是咧偌紧张的哦，即摆规个钟头，大家拢嘛咧找你啊！找我？嘿啊！我无安怎啊？我都去菜园仔考菜啊。敢讲我连点仔自由都无啊？白煞，人转来就好啊啦，咱紧入去，若无吼，恁妈妈足担心的咧。行，找我看咧，行。白煞，稍等。喂，内底人啊，人出着啦，紧来，人出着啊！出着。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。好啦，讲啥？人出着啊！有没有？什么你无影？出着啊！可乐的，2块6哟！打吹的人个代志哦，我可乐的专门咧，凊彩找着我找着啊！凊彩找啊！对不但人找着哦，这个菜嘛我找着啦。啊，这菜你找哦？哎呀，我讲，你去甲骗。第二个，喂，这2支你捌无？这2支，捌啦，爱学。对，啊，爱学，做人个代志爱甲我可乐的。袂煞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吼，要出去也免讲一个，害大家安尼替你安尼咧着急，你是去倒位啦？妈，是啦，我就去菜园仔考菜啊。你菜园仔？你是讲你去菜园仔考菜哦？是啊，我就想讲可乐伊，毋是啦，我是讲阿碧婆即摆要倒来咱家啊，都要食咱家己种的菜，你毋走试，所以。好，安尼好，这个孙呢？喂，过来，快点，过来，1块6。这你考倒来啦？有，你有听到人无？啊，人家办倒来，你讲你捡到？对啦。你倒来，我白惨哈！你1块6啊！我这捡倒来，唔卖事，伊吹倒来，白讲，你学白讲，学我，安尼较公平。嘿，1块6，2块14角，剩块6。囡仔用正紧啊！你要臭大一世人捡角啊！人你找来，叫猪个牛啊，就爱教你学。找人你专门的，管切你见识着，无面无主，交皮交皮。是啊，你爱臭大的个性，你拢无要改啦。伫台湾也是安尼，平到大陆也是安尼。即摆拄着正经代志，你也爱臭大。以前头无晓班的时阵，我安那甲你教，叫你爱个性爱改，是安尼到即摆佫无要改。唔是啥，老师，对不起啦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以后爱改进，别煞啦，后摆吼，像这种考菜的工课吼，叫阿公也去做就好啊。妈，我知影啦，后摆好个啊啦。阿碧婆啊，迄都是我去菜园仔考倒来的菜，你看，迄叶仔足油的呢，这个一定最好食的。有，安尼好。出去外口行，试一寡新鲜的空气也好啦。安尼，下暗哦，我食你咱倒来菜，一定真好食。赞！对。快点！安怎？较细意的啦，这个工课毋是你做的啦，袂晓吼，骨头乱破，脚掌头啊卸规遍起来都会哦。无啦，阿碧婆啊，我是讲看阿哥甲你破吼，足简单的啊，我试看卖啦。看阿公我食鸡筋啊，切闹闹。好啦，你倒来厝的吼，别说你甲顾好，
啊，唔通过啦，咱笑甲咱分落去哦。会啦来找我分啊。阿伯爸，放心放心，这摆哦，我唔敢去搬迄歌仔戏互伊看啦。我这摆哦，啊，就叫迄白霜哦，带我来四界砖头啊看看安尼哦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，安尼好，甲带出去外口行行了，吸一寡新鲜的空气，互伊身体看会较紧好无？啊，互伊人看会较爽快哦。好好啊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赶紧的啦！好啦，去啊啦！赶紧的啦！阿伯爸，你带我洗去咧。哦。洗去哦。哦。哦，是讲阿伯伯啊吼，真正无简单。迄为着要找伊家己的子孙啊吼，啊找甲遐尼啊艰苦，抑搁啥物代志都咧替人想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用行了，莫用走的啦。无要紧啦，行。